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8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4月7日，台湾甲帕劳都要互相开放旅游团入境。今日下晡4点，帕劳的总统已经带访问团到台湾。核市厂上买一批燃料棒，今透早运去美国。发起核市厂丁胖公道的代表是呛讲，政府咧打压公道。4月7日，台湾甲帕劳都要互相开放旅游团入境。今日下晡4点，帕劳的总统带访问团到台湾，是新冠疫情爆发了后头一个到台湾来访问的外国元首。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帕劳的总统伫咧台湾的期间会做好个人的防疫，行程甲路线拢有安排好势，要甲民众接触到。代表旅游泡泡就要开始，秘鲁总统惠斯林下晡4点坐专机来台湾访问，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政府亲身来接机。这也是惠斯林上任了后头一摆出访，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了后头一个访问台湾的外国元首。We are definitely excited. We are ready and to be here to launch this special travel corridor. We like to call it in Palau a sterile corridor. Many refer to it as a bubble, which I believe will be the first. 惠斯林发表谈话时特别介绍，这摆访台成员也包含美国驻秘鲁大使，若是无美国帮助，秘鲁就无法度摕到头一批疫苗。外交部表示，惠斯林访问台湾的行程是真短，8月2号早起会到病院来进行体检，顺续慰问来台湾医疗的秘鲁民众。暗时举行访台国际记者会了后，行政院长苏贞昌会设暗宴款待。8月30早起推广秘鲁观光活动，下晡到总统府加总统蔡英文会面，并且设暗宴款待。8月31日到台南参访勇士试验场，并且到高雄屏东参访游艇公司。8月4月7日是甲代表旅游泡泡首发团到店离开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讲，秘鲁总统入境时未检验，离境了后才搁采检。大个饭店拢有专用的电梯，出入经过所在未甲一般的民众有接触。进到饭店的话，那它会有专门的专用的出入口，还有住宿楼层会设置这个酒精干洗手液，还有进行体温的量测，也有专用的电梯、独立的用餐专区。根据了解，惠斯林此行是希望招商开创更加多商务投资的机会，进行经济，并且会使找到更加多代表医药卫生合作。而指挥中心也强调，秘鲁总统来访的期间，外交部会专程派人来陪同，落实专程挂税案，避免出入人多的场所，才防疫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内增加2例新冠肺炎带病入境的病例。A2有风社，咱开放注射已经满1礼拜啊。头一批优先注射医护人员20万人，无到1万人去注。指挥中心后礼拜就会讨论讲，当时开放予第2顺位的医护人员来注疫苗。另外，打注疫苗的国家哪来哪济，咱当时会重新开放予外国人入境咧。指挥中心就表示讲，就要等 WHO 定出抗体验证的标准，才来做评估。国内 A2 疫苗开始注1礼拜，全台有9377名医护人员注射，不良反应通报累计有28件，其中有4件是疑似严重注射了后不良事件。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优先注射对象是专责病院的第1线医护人员，大约有20万人。后礼拜将由专家开会讨论，今次开放第2顺位医护人员注射。非专责医院，那还有诊所、药师等哦。所以这个如果说把这些也都纳进去之后，会有45.5万人。评估在何时哦会这个再扩及到这些人了。为了防止新冠病毒摊开，全球至少有100个国家甲地区开始注新冠疫苗。咱国疫情指挥中心也正在研议采用2阶段开放边境。第1阶段开放需要搭配综合抗体检测，入境者只要有注疫苗，佮经过核酸检验加抗体检测了后，就会当减少检疫次数。不过抗体验证标准也有待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定出指引。如果他的抗体是因为他以前曾经得到感染，或者是接种疫苗以后已经得到保护性的标准的话，不管他是打哪一种的疫苗，我们都可以认定他是有保护力的。指挥中心表示，世卫组织公布时间也无清楚，而且目前综合抗体浓度检测需要伫生物安全第3等级实验室进行。今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由太评估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无落雨环境大，而且即马拄好是清明备忘的时间，台中市的公墓就渐渐在火烧。根据统计，3月到今，台中已经发生300多件墓仔埔甲树林的火灾。台中市的消防局即马就利用空翕机广播，希望民众若是备忘有用到火，就爱细腻。台中市消防局出动空翕机，在公布半空中来回监控，除了会使随时监控是毋是有火灾发生，即阵也加了另外一项功能，就是用扩音器广播方式，对备忘民众进行宣导，小心用火，避免发生公布火灾。用我们的空拍机搭配这个蓝牙喇叭，好，然后我们空拍机可以飞到更比较山上的地方去做这个广播宣达给民众，好，告诉说他们这个扫墓的时候呢，人离火熄，哈，因为最近那个水情也比较吃紧，所以呢，也不要让消防人员这么辛苦的奔波啦。台中市消防局统计，对3月7日到28中昼为止，台中市总共发生337件的公墓甲山林的火灾，平均一天就发生12件。火警消息撞来撞去，一直无用伫拍火。为了加强公墓防火宣导，除了派各分队到现场来提醒民众，空翕仪消分队也出动29架空翕机到台中市各公墓对空中进行防火宣导。水源的部分不足哈，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到我们自来水、消防栓的水源，我们有寻找一些替代的深水井，还有一些再利用的水资源的部分，尽量不要用到我们的自来水。台中市消防局讲，即阵台湾真欠水，公墓火灾其实一直发生。虽然以替代水源来进行拍火，不过对珍贵的水资源也是一种的浪费。所以讲，消防局也是提醒备忘的民众，莫烧杂草，莫起烟头，莫互棍纸、摇杯，莫放炮啊烟火。离开的时阵一定爱记得把火泡熄，才法度避免发生火灾。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因为有高滨溪杂水坝设施，和高雄欠水情形无遐尼严重。今日行政院长苏贞昌去视察杂水坝，伊表示讲，因为政府有提早部署，供水无亲像顶边的可花遐尼会到。不过大家也是爱省水，一点一滴袂当拍算。行政院长苏贞昌甲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认真听水利署长罗建成介绍河流水甲地平水的差别。水情严重，苏贞昌视察高屏溪南河沿水头的河流水设施甲清污状况。对水情虽然认为政府提前部署有效，也是袂当疏忽。老天爷在考验我们，这是100年来最大的旱灾。上次的缺水没有这样严重，上次老早就限水了，这一次幸好我们提早超前部署。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跟着，不过看这种情况，一点都不能大意。去挖地下的水井，一定会评估过。如果是那个地层下陷的地区，那不仅不会用，还会去取缔。高雄地区达讲有40万栋的灌水为河流水供应，这摆可看河流水颠倒成做稳定资源。经济部表示，高屏溪是经过评估使用河流水上好的地区，唔但会当短期抗苦旱，也会当常态使用，而且河流水真清气。未来将会推广到全台。除了开发水源，苏贞昌的要求，自来水公司改善漏水的问题。那这个漏水，这个过去一漏了2个石门水管，也是前瞻预算。要建17条备用水管，备用水管通了，以后自来水走新的水管，旧的漏水水管才能修。水情严重，台中苗栗北中水情灯号将调整为红灯，进行分区供水。高雄市为后个月初1起，水情灯号也由黄转柑仔色，转至减压供水。和高雄市府神经病案，将伫3月2号提前演练水车载水马水顶流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回来关心。埃及的首都开罗一栋10层楼啊悬的公寓，昨向倒去，目前尚无已经有18个人死亡。根据美联社报道，埃及不时有施工品质歹的厝放弃，当地省长已经下令检查四周边的建筑物，望莫有意外发生。埃及首都开罗附近克里欧普利斯一栋10层楼悬的公寓建筑日前突然倒去。开罗省政府一度表示，意外造成至少5死24伤。也不过，埃及官方媒体中东通讯社最新的报道，罹难人数已经到18人。كان عندنا صعب واحنا بنطلع الناس
الناس كانت محصوره تحت كنا بنحاول ننادي على الناس ان حد يسمعنا مفيش وفي ناس كنا بنسمعها بس صوت ضعيف جدا يعني كنت سامع صوت واحده وعماله نادي ما بتردش عليا خالص بس انا سامع الصوت ايه حد بيتألم ضعيف جدا.开罗警长阿布德阿尔也伫民防部队陪同前往事故现场，以下令成立工田委员会检查4块违建筑物，评估监视也有受损，目前也无法度确定大楼倒起的真正原因。 لما اللودرات جت والونش وكده وسعوا المكان عشان هم يبداوا يشتغلوا ويساعدوا الناس اللي حيه لسه. طلعوا قدام مني أربعة يعني هم خلاص خلصانين بصراحه. خلاف اللي شافوهم ما عرفوش لسه يطلعوهم.美联社报道指出，其实伫埃及建筑物倒起的意外并无罕见。 贫民窟也是高区的建筑施工品质往往真歹，不少建商为了多更加侪利润，定违反法规加起楼层。政府最近已经加强取缔违建，拆除规楼，并且将不少建商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印尼南苏拉威西省石冈市一间天主教堂，今早起疑似发生炸弹攻击。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一间好好的厝熊熊爆炸，大火架被烟水冲出来，冒烟散雾。 这段画面疑似录到爆炸迄当阵的情形。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爆炸发生之前有2个人骑乌托邦想要冲入去教堂内底，但是去互工作人员炸落来。这件事件无摆拄是自杀炸弹攻击，现场有找到怀疑是炸弹客身尸，而且尚无有14个信徒受伤。 转来关心国内消息，核市厂上尾一批燃料棒今仔日透早运去美国啊。行政院长苏清昌是表示，核市厂迄当阵都无完工，想无即摆为虾米会有人想要重新启动？毋过发起核市厂停放公道的代表是表示，政府把燃料棒送走是为着要打压公道。 礼拜天尾光，有民众看到6台货柜车伫真侪警力介护下对核市厂出发。台电证实，这是最后一批总共120束的燃料棒。天尾光时已经运送到龟人港三花19号码头，被外运到美国。计程中也无讲到什么详细情形。这120束我们在今天早上已经把它全部外运了，也符合了立法院要求，把合适的燃料棒全部外运的一个要求，这个我们就把它做好了。 台电讲，依照立法院决议，核市厂燃料棒要在2020年底前运出，受到疫情影响才延后。即阵已经按照进度，第3月底全数运出，新时代表核市厂重新启动无望。行政院长苏清昌讲，福岛核灾10周年，也有4万的日本民众无倒转去，即阵也有人提议要重新启动，真正是不可思议。马前总统封存后，所有的相关的设施也已不在。 当年的团队都已经解散，我们看到还有人在倡议要重启核试，真的不可思议。油箱里面的汽油被人家抽走了，那我们就要把整台的新车给报废掉吗？操作这样子这个消息，我觉得真的是因为要打压8月28日的这个核四公投。因为8月28即要举行核四公投，领衔人黄素秀强调，燃料就算外运也完全袂影响，核市厂重新启动。 因为核燃料制造只需要18个月，即阵民进党政府歪出民意，加速运出燃料棒，只是为了打压公投。记者综合报道。缅甸的军事政变已经变2个月啊，军方昨一天就杀害114个人，其中连无在调抵抗的囡仔、老大人甲新疆者拢有。今日下晡就有900个缅甸的侨胞，伫咧咱的自由广场为因的同胞祈福贺宴。 在抗议中逮无到电的这10人跪伫涂骹拢无抵抗，军方用手拍、用脚踢，甚至用步枪把伊的扁仔骨拍断去。27时缅甸的军人节，安全部队大开杀戒，暂不镇压争取民主的示威抗议者，包含囡仔在内，伫全国各地总共杀害114人。 They are the killing not only the people, they are the killing the elderly, they are the killing the disabled people, they are the killing the people who are the underage. Even they cannot speak well in that. Today, we can witness it that 5 years and 7 years old children are killed in the grounds. 规个路上，敢若像战场共款，一寡拢无武器的民众在真侪摆抗争中死亡，也互边太边境一带武装团体前邦中间委员会出面谴责政变。我話เขาดึกเขียมตายเอาคนเมืองดิ๊กๆเนี่ยเขาจุกด้วยไร唔ไรล่ะ
缅甸军政府对2月7日发动政变，到即阵已经1两个月，当地民众唔惊军政府强力的打压，继续行上街路示威。礼拜下晡，台北的自由广场要上百位缅甸华侨摕着标语甲昂山素季的像，要来声援故乡的同胞。难过，一直看了都一直会哭，没想到说有那么严重。我在那边还有哥哥姐姐他们，什么民主都没有，对，就这样屠杀。今天其实我们很多缅甸人心里面，并不管你到底是军政府统治还是民主统治，我们人民要的只是一个政治安稳、吃得饱、穿得暖，就这样简单的而已。正伫台湾的缅甸侨胞希望借由活动，互各界了解缅甸的人正伫遭遇苦难，并且呼吁世界各地政府应该正视缅甸军政府非法夺权，尽快互缅甸恢复民主自由。记者宋合报道。228事件满74天，促转会今仔日开记者会，公告头一批不义为止，其中有25个所在，亲像是台北市的天马地房、家人港等等，拢甲228事件有牵连。大稻埕天马地房头前，想到228事件，就会想到这是私分案的爆发地点。3月27日，促转会对外公告全台湾第一批不义为止，这嘛包括在内，其他所在嘛拢参228事件有小牵连。重要事件的发生地，比方说这个基隆港相关的，或者八堵车站，那或者是类似汤德章律师被枪决的这些，就是说不同类型的。这个国家暴力发生的点，第一批公告的25大不义为止，分做7大类型。譬如讲，迄当时军警攻击民众的地点，但尸体所在，促转会透过调查档案文件、资料，初步确认是威权统治时期大规模侵害人权的所在。搁再经过专家咨询、审查等等听书来完成清单。审定公告之前，已经有找相关的机关，那对于后续，我们可以合作，进一步的做，包括这个调研，包括做保存，包括做教育推广。促转会讲，公布不义为止的目的，就是要互外界了解历史。其中这个所在，透过我伫人权找路的 App， 嘛会当找到 App 内底已经是有46个地点，包括审定公告，也搁当咧进行的不义为止。促转会有个5月底，搁再公布第2批，主要是参白色恐怖时期有关系的地点。记者陈雅文、张玉水台北报道。生活宝贝啊，为着让老大人更较健康，愿意出门运动，去年卫福部就开始补助地方政府举办时代健身俱乐部。嘉义县的中部有民社区关怀据点，今日正式举办健身俱乐部，希望透过安全的运动环境，鼓励老大人出门行打加运动。指导人员当日甲社区的时代做运动训练。嘉义县中部乡的武平社区成立嘉义县第一个会当予老时代来使用的健身俱乐部。老人讲骨头先拢退化哦，即马豆豆来遮练啊，大家吼练做心得的，身体感觉讲豆豆若是讲筋骨啊，先较软润，较袂安尼讲按白安尼啦。然后因为1节课只能上6到8个，所以基本上就会用就会分成大概6到8堂课下去上。对，那目前的课程的话，我们这边是1到5，负责或就是相关的一些上肢跟下肢的一些律动跟摆动，然后增进长辈的肌耐力，然后延缓他们肢体的退化程度。透过县政府的推荐，中部的路民社区28正式启用这个健身俱乐部，内底除了有各种器材和时代使用，中正大学的专业团队阁会礼拜提供记录跟协助。那这些数字在经过2-3个月的训练之后，你要看一下它进步的幅度跟状况。一般的研究的成果都显示说，只要你有做肌力训练，它进步到1-2倍的肌力的能力是非常常见的。县政府表示，这个40平的运动空间，除了服务路面社区边仔的服务社区，嘛会当做伙来使用。这个所在推广的情况甲问题，嘛会加做刷落18乡镇推测的参考，希望会当用运动的健康观念，改善时代身体退化的情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做伙来关心明仔的天气。北部地区18度到29度。中部地区21度到30度，
南部地区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21度到30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14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